قهوة، هذا طبق مشاوي بيحتوي أجنحة وشيش طاووق وكباب وشوجر。花100蚊唔到，體會到一餐神秘嘅中東美食。喺淘金皇冠界酒店隱藏住一間完全係異國風情嘅中東餐廳，店鋪裏邊嘅管理層、廚師都係外國人。1200平超大空間，180度落地玻璃，中東風情裝修，一餐飯就可以領略到異國風情文化。入嚟體驗嘅係佢哋新店開業嘅團購套餐，先98蚊咋，樣樣嘢睇落去都怪怪地，但係食起身真係叮一聲。一定要講下嘅就係呢個牛肉薩威瑪口袋囊，高品質嘅牛腿肉又或者係牛肩肉，裹滿晒成個手工囊餅，3種醬料染住食，中東多醬版肉夾饃，好吃。仲有呢一劈我開頭唔係好敢食嘅嘢，居然係鷹嘴豆泥嚟㗎，染住呢個現搓現烤嘅阿拉伯麵包，真係好神奇嘅體驗，好香好好食啊！套餐仲有個香腸披薩、沙律同2杯嘢飲，另外我仲單點咗一個佢哋好有代表性嘅混合燒烤套餐，成盤都係肉嚟㗎，比較特別，但係建議人多先好點。除咗套餐之外，仲有68袋100嘅代金券，體驗感超強嘅餐廳啊！推薦你哋一定要試試。喂，好似唔記得點關注喎。